六一。气象报告有讲啦，呀拜六安补呀都开始变天呢。拜六早上爱比赛哦，我要动强去输到洋向。嘿哦。系啊。啊，老鹰你会上无？其实很做得呢，因为啊，虽然落雨啊，不过还是做得起码哦。不过还是天时好起码的，较好搞啦。故说啊，我还想要做别个事情。啊，不过落雨天还做得做咩事情啊？那是伫布卡杜的都做得做啊。布卡杜？系哦，布卡杜要做得做动的事情哦。啊，你老娘朋友去那边呢？我知道，我先突己去画图。画图？迄阵应该仲爱画图教室咯。系啊系啊。啊，做嘛甲动工做到甲便宜咯。其实我本来要去按用上的，不过啊，后来我去到个教室过后发现呢，然后我上的完全无用哦。系啦，那会无用？我去到几片啊，几条的福建啊，颜色都无用。各位呢，形象都袂高，记得话大家画出来的图的完全无用，非常搭得起哦。错啦，像画图安尼个事情哦，可能去专业要教室学。有凊多事情呢，要爱去甲做过怎要滴？系啊系啊。我都想到爽摆哦，我去朋友屋卡咧发演中法。中法咩凊简单的事情呢？你想讲哦，我随立马下去都做得。其实中法哦，都有学问哦。中法真嘅无按改呢，我之前啊为到爱学中法，了你去图书馆看书，看按用的种啊法，真系上来好看哦。好过会知，我嘅阿爸阿妹啊都懂好种法错错，记得都有讲来哦。嘿啦，凊多年纪较大的朋友哦，都凊好中法中错的啦。像我啊，因真呢我好煮料理，所以我要去看料理方面的书哦。系啊。系啊，我最近哦都爱做个客家炒肉，几位呢个清茶饭，啊个做得带饭包。真嘅动腔诶，自家做饭包啊，动上前啊，做的是自家做一个东西呢，咩动空间哦。各位啊，啥物动中意会煮料理嘅事来，动加分哦。无啦，我拄开始好，我好一丝丝的点点啦。我之前看到啊，沙期太好又开料理嘅课程诶，当红啊，动脑嘅课程东旁派，我做的全本哦。主创一下，我做动上嘅学乐器。哎呀哦，我老甲条朋友讲啦，佢都听说对沙其他方面有兴趣啊。啊，你迄想要学买乐器啊？我想要学喷塔的，佢喺客家八音地位都动创有嘅乐器哦。我是听过，不过你那一学喷塔的，根本伊起码迄个时间都变少的哈。系啊，古时我一下就伫思考讲，按用蛮平凡，也两只兴趣嘅时间。系对啦，之前哦，我咩味道爱练吃行茶，结果我研究料理的时间都变少了。嘅按做哋傾下來討論，用埋盤啲時間啊。好啊。哇！你看睇佢兩三個計劃，你會知道，不論係好天也係壞天，不管係落雨、暴風雨，甚至係出大日頭，都有自家嘅行程、自家嘅安排。不過，一下有新嘅煩惱咧，就係講現在按多大托奶就冇好好安排，就做唔定特質嘅法通就做得落去體驗出來。唔過咧，不管係學興趣，也係講學單詞、學單詞，咩樣樣都係當有效率。咁做得一步一步慢慢嘅行講前，咁唔係打上太時間。唔好講按到，你下就來進入啲課本當中咧嘅單詞嘅部分，向下來學一下複讀嘅法通到底係樣版型講客話了。來先來學第一隻嘅詞彙，就係講畫圖。畫圖嘅客話樣版型講咧，就係畫圖。各位拜哦，畫圖。好，下杯。我先帶他去畫圖。我先突己去畫圖。我先突己去畫圖。來聽下南詩人嘅講法。我先突己去畫圖。我先突己去畫圖。好，下尾我學到嘅兩個詞彙其實略薄嘅吼，咪千多年，後啲屋卡都也係講自家嘅陽台呢一片吼，自家種自家好嘅植物，首先教大家就係種花，嘅客話用白話講嘅就係種花，種花，種花花草草，本自家心肝度吼，
当然心花哇开案的正经开用笑面同学来看一下那个记忆很用版形讲。我去朋友家的花园种花，我去朋友屋下嘅花園種花，我去朋友屋下嘅花園種花。好，來睇下男士嘅運用版形講咧。我去朋友屋下嘅花園種花，我去朋友屋下嘅花園種花。唔過大家都點誒，想要種出好看又講呢嘅花天草，要花園啊，冇安太蔬菜，你咪最少要花白嘅啊，要鹽啊，要奶啊，要加拉貨，先準備好來，冇可能就種出按好看嘅花咯。下輩咧嘅興趣可能係大家從細到大，最少啦，從細讀書家一定會做嘅事情，就係乜嘅看書。看書客家用版形講咧，就係看書。看書，好，下邊佢講到休假的時候呢，休假去圖書館看書。比如我沒有上班的時候，也會去圖書館看書。按標按理和按腔呢，了日去圖書館看書，了日去圖書館。看書，大家假使了解家下，你會去圖書館來看書麼？我老實發講，我唔會。不過我會現在啲屋卡度來看書，不管啲哪片，只要係看書，就做得本人嘅心情變下輕鬆啲，做得下貼貼啲嘅嚇。下邊繼續來看一下，呢個詞彙咩要當當然要兩個興趣哦，就係乜嘅料理，客家按到料理。料理，唔知好做料理麼？佢嘅理嘅係講，我也會去看料理方面的書。客家用版形講咧，我咪會去看料理方面嘅書。我咪會去看料理方面嘅書。你下邊要注意到有邊條料理，唔過後邊係講乜嘅方面。故數咧，理就係變調了，變做料理方面，要注意到哦，千萬唔好念唔錯了。下邊繼續，好，今晡日大家來客家苗栗學院係做乜嘅？去上乜嘅課程嘛？課程客家用版形講就係課程，各位拜哦，課程，冇共用嘅課程哦，佢講。社區大學有開料理的課程，客家用版形講，沙溪大學有開料理嘅課程，沙溪大學有開料理嘅課程，呢一片要當多邊條，大家要注意到，比如講沙溪大學嘅溪，開料理嘅理，全部愛邊條，自己要注意到，唔好念唔錯個哦。好，下邊。佢講他很喜歡吹嗩吶，真嘅當特別嘅興趣呢。嗩吶客家用版形講咧，就係塔嘅，各位拜哦，塔嘅，塔，它是一個短促的入聲字，會斷斷，夾夾，故說念塔嘅時節，念時就會留人嘅什麼停下來，它收在舌根，塔，安尼，塔嘅。好，下邊來看一下這個記憶。我想要學吹嗩吶，客家用版講咧，就係我想愛學盤塔嘅，我想愛學盤塔嘅。大家看睇下嘅幅度啦，戶外或戶外嘅發通啦，幅度嘅發通過後，要知道呢度嘅發通係唔特別，要謙頭，要謙次，上去操盤，操定朋友嘅貴親人，向下來去教，來去體驗嘅咯，有得發通真嘅，而冇多嘅時節，真嘅會教唔起來。比如講上去去教當人嘅運動嘅時節，像係打野球啊，
一吹就要9、3人、13人呢，无多人家下，我用办去搞起来咧。像我读书家下有朋友啊，找我去爬龙山，大家乡下来去练习，乡下来去搞，大礼拜2日家下就过得当天当快乐。不过咧，可以老屁子2礼拜想去挑战马个新的发通咧，乡下来去钓闹热，看见了龙山，可以去搞马个发通了。